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月19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梨山发生火烧山，因为风真透，而且会使抢救的水真少，即阵烧掉差不多7架地。苏花改通车路，伫咧春节期间，交通局估计初一落南到初四上北的路段会塞12点钟。英国 Harry 王子也佮伊的牵手 Meghan 殿下称号启封剔除，从此以后袂使佮再收王室的钱。台中和平区中华公路69公里，挖进梨山嘉阳附近，今日透早讲发生火烧山，因为现场大部分拢是比较大树的草啊，风一吹，这火势炭了非常的紧。空勤总队出动乌鹰直升机去德基水库引水灭火，即阵烧掉的面积差不多有7架地左右。到尾暗仔，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佮继续伫咧拍火。山顶白烟一直升起来，也看到火烧甲哔哔啵啵。台中梨山嘉阳部落民众翕到这个画面，赶紧通报消防局。烦恼火烧山情况愈来愈严重，草跟树都很干枯，要赶快灭掉，不然火势会越烧越大。风真透，加上四界拢是大树的树枝甲草啊，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一直炭烧出来。消防人员除了对地面防止继续炭烧，空军直升队也对空中野水来拍火。礼拜早起8点，台北线中华公路69公里梨山瓦郡嘉阳部落的林班地发生大规模火烧山的情形，由地形真惊，地面甲火势控制伫山崖边，空中由乌鹰直升机来灌救。前2架次都洒水8次，1架次飞机都洒8次水，然后他们就返回加油。消防人员表示，因为山区欠缺水源，农民的农业渡水也已经用完，该由乌鹰直升机对空中野水。即阵已经出动3个架次，对德基水库出水来灌救。不过根据消防人员估计，即阵已经炭烧大约7架地，截至19暗头啊，山顶也一直在烧。有找到那个整地的农民，他就是真威整地，然后人没有在那边顾，他那个山上风势很大，它整个扩大燃烧，目前燃烧大概有6、7架。消防分队表示，疑似因为农民种地无细致引发大火，除了现场继续抢救，炭烧的范围扩及到国有林班地，相关单位会对行为人来开发，也佮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苏花改通车的消息。今年要登去花莲的民众有新的选择啊！北看线各道的客运业者伫咧春节期间杀出8、5折的优待，其中台北去花莲的车票钱上俗205块就跳有啊。不过公路总局表示，初一下晡落南去花莲或者是初四要上北的这个路段，苏花改恐惊会塞12点钟，提醒家己赛车的人就要特别注意。今年7月到啊，配合苏花改通车，今年花莲回乡的旅客加了一个用坐北花线客运的新选择。有民众已经挂着大包小包行李，提早回乡了。火车要440啊，那这一次搭只要99，让你省了多少钱300块。比较便利吧，不用等就是现买就有了。伫台北的南港甲邦桥转运站分别有台北客运、统联客运甲首都客运3间业者，提供对台北直达花莲火车站的过年优惠票。对22到29过年期间，客运业者推出8、5折的优惠。台北往宜兰罗东181块，市府转运站到大溪只要80块，邦桥到花莲295块，南港到花莲更加有270块、205块上架优惠票。对台北到花莲若是无塞车，3点半钟就会到了。在尖峰时段台北和罗东之间，以及台北和宜兰之间，我们最密的班距大概2到3分就有一个班次。那台北到礁溪10分钟也有一个班次，最大量可以发到800个班次哦。若是要家己开车来回台北、宜兰、花莲、台东的民众嘛要注意。公路总局提醒，苏花改过年上塔的时阵，应该是正月初1南下往花莲，也佮有正月初4下北上的上塔，将是平常时5、6倍的车流量。有估规工是22000台，会塞12点钟。预估的高峰大概是第一波，应该是在小年内。最南下最高峰应该是在大年初一，就是25号这一天。公路总局提醒民众，除了花莲到大清水路段的临水泵坑以外，苏花改其他路段拢禁止机车、慢车，也无开放大货车通行。另外，台九线路段过年期间也实施大货车时段性的管制。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同款是交通的消息。新北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今仔日开放后，有电子票证的人免费试坐。试坐头一天，环状线各车头人是叉。捷运公司讲，坐车的人超过55000人。未来环状线的票价5公里以内20块，31公里以上65块。以后民众若是要为中和去邦桥到新庄，就唔免搁再驶入去台北市换车路。新北捷运环状线19开放免费试坐第一天，车厢内客满旅客。未来早起10点到下昼4点，民众摕电子票证会当免费坐。月底可望正式通车。新北环状线串联新店中和邦桥到新庄的生活圈，对新北人来讲，以后坐捷运为新店中和到邦桥新庄，唔免搁驶入台北市换车。常常会来板桥这边来找人，所以以后从板桥到新庄那边的话，就不用再绕路了。我们会从头搭到尾巴，试试看哪一站，然后每一站下一下，这样我们就知道是怎么样。新北环状线有14个站，串去新店邦桥新庄5公里以内票价20块，31公里以上是65块。像新庄头前庄站到邦桥站，即马缩短是3个站，大约20块的票价，也毋过试坐第一天出现惊险状况，车门突然自动关起来，有民众险袂赴上车。后续我们有把这个秒数几个重要车站秒数，把它调为40秒，搭乘的时候不用那么急慢慢来。那门关上的时候碰到也很安全，只是自动弹开。那4点完以后，我们大家还会再开检讨会，还有哪一些缺失工程的噪音的隔音墙，再给它加高，把它做到大家都能够非常满意。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营营环状线真侪坐车的人，原定8分钟一班车，下看人的坐少增加班次。部分的车门关门的秒数也会延长。另外，什么时阵正式通车，好友已表示调月底通车拍拼，不过也是爱等双北共同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政治的消息。监察委员陈树明13透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向总统表示，家己想要辞职。伊昨暝伫咧网络写一篇文章，表示请辞的理由真简单，就是伊唔知影想安怎要拍这一阵。陈树明指出，家己入去监察院进前，伊甲孔良法官当作是伊调查的重点，希望讲司法会当有改革的机会。不过，司法院长孔宗烈拢不准伊过问。陈树明认为，唯一有权力结束这风风雨雨的人，拢一点点无想要管呐，所以伊决心要辞职。那总统府发言人丁英公表示，总统已经捌讲过，监察院和司法院应该爱听人民的声音，两院拢应该爱依照现行的机制，确认双方的权利，唔好搁再用政治来做思考。再来，咱来看总统府公布总统蔡英文14接受英国 BBC 广播公司的访问，所有的内容拢公布出来。蔡英文伫咧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咱已经是独立的国家，号做中华民国台湾。对蔡总统的讲法，独派人士姚嘉文认为，总统有意无方便讲出嘴的时阵，会使减用中华民国这个讲法，就尽量莫讲。不过，前总统马英九提醒，伫咧正式的场合，也应该爱用中华民国这个名，因为这是宪法白纸黑字规定的国号。后天手牵手向大厦行礼，总统蔡英文出席高频感恩餐会，除了向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行政院长苏贞昌致谢，也特别感谢副总统董三林赖清德，强调这证明民进党会有竞争，也会团结。众所周知，我们两个都初选过，但是我们两个替台湾的政治立下了一个典范，就是民进党是可以有竞争的，是一个民主政党是可以有竞争的，但是竞争完了。我们就是团结。三后除了展现党内团结气氛，蔡总统最近也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其中对着是不是赞成台湾正式独立问题，伊明确表示，无需要搁再宣布家己为独立国家，因为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成为中华民国台湾，有家己治理国家的制度，有政府、军队甲选举。而独派大脑也是总统府资政的姚嘉文，对蔡总统是有更加多期望。迟早是要制定新的宪法，不要再用中华民国4个字。我们会呼吁总统少用这4个字。总统有他的不便，他必须要讲嘛。我们比较清楚的表达，我们希望用台湾共和国。可以说蔡总统跟民进党是有衔接了，
对蔡总统这样的讲法，那要他们接受恐怕也困难。但是究竟并非独派里面的主流。而前总统马英九是提醒正式场合应该爱用中华民国。为了澄清，不是大陆，偶尔用一下也可以，但是在正式用的时候，还是应该用中华民国，因为这是宪法上规定我们中华民国的名称，总统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不过，蔡总统在专访时也讲到，马政府时代用来保有两岸空间的无清楚条件已经无存在，两岸关系已经无再是彼此中间的关系利益，而是区域局势一环。这段局势比以往是更加复杂。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来看高雄，后礼拜就是要过年啊。高雄市长韩国瑜透早是去前镇的鱼市，也有果菜市场了解农渔产的运销状况，受到未少民众的欢迎。不过也有人对伊呛声，韩国瑜是真低调，拢无回应。不过罢免韩国瑜的团体透早宣布，1月29，也就是初5，第2阶段30万人的人数就会正式启动。天也未光，高雄市长韩国瑜连走3个市政行程，因为过年要到啊，关心农渔产运销状况。热情民众欢喜握手翕相，不过嘛有人不满，大声呛声。罢免市长已经通过第1阶段的提议审查，特别进入第2阶段的联署。韩国瑜重新上班以来，继续低调面对。不过，罢韩团体已经确定，这个月29号，旧历年初5要成立罢韩总部，要拼30天内达到30万份的人数。因为期程10分的短，再加上整理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必须要剔除的不是那么。格式上面不是那么符合的联署书，所以我们会把期程压得更短，期望我们能把这件事完美的做到。所以我们会希望30天内我们就能收到30万份联署书。罢免行动嘛，受到高雄市负责争议。作家库林发文指出，罢免开市政府8000万真会好，因为韩国瑜上任以来，市政府已经负责将近400亿，推论韩国瑜任期满会负责1600亿。不过高雄市政府发声明回应。批评无根据的抹黑市政府，要求库林马上回失礼，若无特别提告。记者李小文、赵冠高雄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先来看中国武汉爆出新型的冠状病毒的试验，即阵搁再增加17个病例。到达官方的统计已经有62例啊！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就讲，上海甲深圳也发现至少3件可能的病例，总共确诊，这就正做是中国伫咧武汉以外的地区头一个感染的病例。中国武汉当局19透早通报，采用优化过检测试剂 App， 已确诊17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截至17号夜，总计确诊病例有62例，已经治疗出院19例，重症8例，死亡2例。即阵政府总计追踪密切接触人数763人，已经解除观察681人，也有82个人正伫接受观察中。而香港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报道，上海出现1则疑似病例，广东深圳也发现2则疑似病例，至少3个人正伫接受治疗中。若是确诊，将是中国在武汉以外头一摆出现的病例。因为春运已经开始，全国各地回乡过年的人就要进入最高峰。武汉机场甲高铁站加装红外线测量体温的设备，防范病例来扩散。若是发现发烧的人，会定期追踪，免费来办理退票协助转诊。离境外包括日本、泰国都发现确诊病例。以向有真侪旅客真无用的香港机场，旅客也表示烦恼。Because we are from Japan, we have heard that in Japan it's confirmed. There's one case confirmed, so we are kind of worried when we are coming back. The case of SARS is similar to the case in Wuhan. So yeah, I'm quite worried. 集中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武汉金运潭病院表示，随着检测继续进行，新增病例也会继续增加。也阁强调，疫情应防范控制。而确诊病例内底，部分并无甲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过，所以讲感染源头也会继续来追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是去缅甸访问，双边是签署中国也有缅甸的联合声明，不过台湾也牵涉伫咧内底。中国发布的中文版本讲到，缅甸所奉行的一种政策，
台湾是中国不法度分割一部分。对这件代志，外交部是批评中国硬要把一中的原则加入去，呼吁中国就一定要尊重这届台湾选举的结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缅甸国务主席翁山书记握手致意，这是近20年来中国领导人头一摆拜访缅甸。18能够签署联合声明，中国官方发布的中文版第9点提起，缅方坚定奉行这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西藏新疆是中国未当分的部分。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向国际表达无接受一国两制。这一次，台湾人民用选票再一次的向世界证明，台湾人民不接受一国两制，只要我们争气，就不会被世界遗弃。外交部谴责中国无权伫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也批评中国政府将虚构的一种原则强加伫其他国家企业的做法，会当讲是疯狂。近来，中国政府将其虚构的一个中国原则强加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跟国际企业的做法近乎疯狂。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强行推销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恨满的做法，只会重伤两岸人民的感情。抗议唔拿台湾，中国伫缅甸投资被上水坝，因为会致死数千人无依无靠，2011年已经停建。也毋过民众犹也无放心，18组织伫强攻街路画口号，要求习近平彻底终止水坝兴建。Kalau cenderung ni ne, cenderung nangan ngu yau lara, cenderung jusu le, tapi di, kalau la cenderung cenderung pasti cene, cenderung ngu nangan ngu yau lara, cene ku bama cenderung ni ne amyenga。缅甸迫害罗兴亚人伫国际航旅高的飞机，也毋过中缅协议犹原强调会加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电力能源互通建设，建立中缅命运共同体。记者综合报道。在民国53年的时阵，台南北河发生规模6.3的大地震，迄当时不幸过往也有受伤的，总共700多人，灾情真严重。安尼伫咧嘉义市，同款也因为地震发生大火。当地真出名的喷水池，四周围有174个建筑物，全安尼烧了了。今年88岁的文书工作者，伫咧北河大地震56周年的这个时阵，公开一段真珍贵的影像，要提醒大家平常时就爱甲预防灾害的工作做好。大火烧甲真美。消防大工水一直钻，也真歹将火拍花。这场发生伫民国53年1月18暗时的大火，是受到规模6.3的北河大地震所引起的。88岁文书工作者赖廷模当时记录了这段珍贵影像，即马数位化中现。迄是用迄个8米的影片去翕的，就拄着北河大地震时阵，嘉义怎去有影响着，怎话发生这个大火，震灾关的发生大火。安尼，从迄个嘉义喷水以南的，迄个国发街啦、公彩街遐拢烧了。56年前的北河大地震造成756人死伤，灾害上严重的台南喜华嘉义市有名的地标喷水池周围大火，长1公里的火线拖射到过灯港的头早，造成174户建筑烧了了。老饼店经过震灾了后7年才重建完成。想起迄年的大地震，头家犹原是心惊惊。这个地震吼是垂直上下震动，还有地鸣的声音，就是讲地震我啪啪啪啪，吼，迄声足恐怖的。我出来了后，就是规个天拢红的。北河大地震56周年时，文书工作者透过珍贵影像公开，要提醒大家，就算是时空背景无同，犹原爱时时保持警觉以及防灾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过永年，只要是要到春节过年这个卡道，这华东公路要入去台东市区的绿色隧道，就非常的窄。即阵台东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要伫咧绿色隧道4公里的太平溪步花起一条5.8公里长的路，会使直接通入去台东市区。今日正式通车，拍算未来交通就袂遐尔窄啊。这条沿着太平溪步花地顶兴建的马路，早起正式通车。当年协定补助台东县政府13亿经费的前总统马英九，应邀到场剪彩，并且实际行一条新的公路。一路沿着地方行，
全长5.8公里，有2线车道，为台东市马兰桥开到美兰乡的太平桥，都会当连接花东公路，大约7-8分钟。这条公路主要功能是疏解每到年节假期，花东公路进出台东市区车辆会特地唯一一条绿色隧道的情况。外环道不会出塞是很好的事情。现在目前的这个红绿灯，所以在一般的年节，在一个交通拥挤的时候呢，我想它有疏解作用。今年农历过年，游客进出台东市到花东公路，总算有一条替代道路会当行，也不过也需要搁争取延伸到美兰乡的平龙桥，才会当完全疏解花东公路绿色隧道的困境。比较遗憾的就是说，我们从太平桥到槟榔桥这一个路段，那目前还在县府跟县府在积极争取经费哦。台东县已经向中央提出太平溪路地强固延伸计划，希望今年行政院会当核定，保证这条新的公路为了让用路人会当熟悉路况，时速限40公里，也不过未来会提升到50公里。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甲镜头转去美国。美国华府、纽约也有洛杉矶等等真侪大城市，18是搁一届出现女性的大游行。今年的议题拢注重伫咧气候变迁、移民，也有甲囡仔摕掉这种人工流产的自主权。摸着华府的冷风18号，示威者集合在北京附近的自由广场，展现女性的政治力量。游行队伍内底各种激烈的反川普诉求甲标语，世界拢看得到。也真侪宣传11月一定爱投票，阻止川普搁再做4年。有不满川普常常发出轻视女性的评论，对跨性别者弱势族群无友善。这场抗议行动对2017年川普就职第2天头一摆登场，连续办到第4届。虽然人数比前2年来讲已经减少真多，也不过行动是更加有组织，议题也更加广泛。今年大选年的诉求是注重在气候变迁、生育自主权、薪水平等、移民改革甲跨性别权益等等。Get that the bully in Washington, we are united. All women, Muslim, Jewish, white, black, Latina, Asian, we are together. Trans also. 这摆民主党总统初选中唯一化的参选人杨安迪的家后罗爱玲也出席纽约市的游行，亲身说明伊偌久之前才伫电视上公开家己有生的时阵，捌遭到妇产科医师侵犯的经历，呼吁女性勇敢来出面对抗性暴力。As terrifying as it was to share my story on a national stage, I had to believe that coming forward would help me reclaim my voice and help others reclaim theirs. 伫自由派风气盛行的纽约市，罗爱玲也一直宣传红晒，杨安迪政见中每一个人每个月1000块美金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来因应人工智慧大量取代劳力造成的失业，强调这款的自由红利会比想办法补救的联邦就业计划更加有生产力。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白金汉宫今日透早宣布 ，Harry 王子也有伊的家后 Meghan 未来袂使搁再用殿下的称呼，也袂使搁再接受王室所拨的钱。英国白金汉宫伫当地时间18日发声明，宣布哈利王子甲伊的看守梅根将袂搁再使用殿下这个名头，也袂搁再领成为王室成员的纳税人资助。两个人今后将袂搁再代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另外，虽然因未搬出王室所属的罗浮阁摩尔别庄，也过的捐款增收费用240万英镑，差不多9300万台币。The fact that they have said they wish to pay back the £2.4 million spent on doing up Frogmore Cottage, I think will also go down very well. I think the public will be very pleased that they are offering to pay back the £2.4 million that the taxpayer contributed to refurbishing Frogmore Cottage. 哈利王子王母这个月初8宣布被退出王室高级成员的身份。女王伫声明中讲，哈利、梅根也有因的囡仔雅琪，将永远是伊亲爱家人。虽然王室有做详细的回应，不过对外界所关心的两个人所落来慰安费用，并无记做说明。只跟他讲，这项安排将会自2020年春天开始生效。记者综合报道。第八九。中
中部上高温25度，上低温12度；南部上高温27度，上低温14度；东部上高温24度，上低温15度。金马皮湖上高温20度，上低温1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下暗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